手把手祷告手。我们有看到，在街上竟然大家很有次序的排队起来哟。大家的次序就是为了不要争先恐后，在圣经当中也来教导我们凡事都要按照次序而来行。一个有次序的做事方式，甚至于我们有没有看到前面有一个鸡蛋糕？对了，就像我们复活节的鸡蛋糕一样，在做这些糕点也是要有次序，前面的交通也是有次序的。这是一位有次序的上帝所教导我们，要我们是一个有次序的人，因为他所创造也是有次序的。亲爱的大家，好不好？我们来感谢一件事，就是在我们生命中，当我们按照次序来行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那个美好。虽然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好像很让人家讨厌，但确实是有次序帮助我们，是可以成就一件美好的事。我们来分享一件感恩的事。今天我因着有次序而完成了一个任务。还有，我们是不是有一个要带导的事情？本来应该有次序，但我真的很不想有次序。求上帝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次序来行我们人生的路程哦。手牵手，祈祷的手。